靈性之父，願途祈禱文，主願之光。而家請你用最舒服嘅坐姿坐好，眯埋雙眼，做深呼吸，鼻吸，口呼。吸氣嘅時候，吸得深啲啲，想象俾好多氧氣自己每個細胞、每個器官。呼出嘅時候，慢慢呼，感覺自己呼走所有嘅煩惱，所有生活裏面嘅壓力。再一次深呼吸，讓自己將所有嘅注意力全部收返到自己身上，亦都返到嚟而家呢個當下。呼出嘅時候，慢慢呼，感覺自己呼走好多雜亂嘅諗法。再做多一個深呼吸，感覺自己吸入咗光嘅能量，係照亮自己每一個細胞、每一個器官、每一寸骨骼、每一組肌肉。呼出嘅時候，慢慢呼，讓自己平靜落嚟。親愛嘅宇宙，親愛嘅靈魂團隊，喺呢個時刻，我願意放下對數字嘅焦慮，放下追逐嘅慣性，返到嚟自己真正渴望嘅路上。我承認心入邊有好多願望，有一啲嚟自於世界嘅標準，有一啲源自於靈魂嘅召喚。願我擁有分辨嘅智慧，知道乜嘢係我真正嘅主願，乜嘢只係恐懼嘅假面具。我選擇聚焦喺最真誠、最熱切嘅渴望，將我嘅心、我嘅行動、我嘅能量都獻俾靈魂最想完成嘅體驗。願我勇敢承認自己嘅夢，溫柔擁抱自己嘅渴望，亦都願意相信所有真正屬於我嘅道路，宇宙都會陪我一齊鋪路。請幫助我看見所有嘅金錢、資源、人脈、靈感，都只係要嚟引導我走向更完整嘅自己。我願意踏實行動，亦都願意耐心等待，讓宇宙安排每一份時機，每一個貴人，每一道門。願我總係記得我嘅主願，就係宇宙最優先嘅調度。我只要安心做自己，其他嘅就交俾宇宙嚟配合。謝謝你，謝謝我自己。今日我選擇對齊靈魂嘅路，亦都信任所有一切會喺正確嘅時刻嚟到。阿門。